收睇我撐港超聯精華節目，我係 Nicole。喺上個星期三至到星期日，總共有5場港超聯賽事上演。當中令到我印象最深刻嘅就係喺直播期間見到代表港隊勇戰受傷嘅守護神葉鴻輝，喺西班牙接受專業治理之後，終於再次出現喺球迷面前。我就衷心希望返到香港繼續接受治療嘅輝哥早日康復，期待佢嘅強勢歸來。第14週嘅中國人壽香港超級聯賽賽事，由東方喺主場旺角嘅大球場咧迎戰高力北區㗎。藍衫白褲就係東方啦，黃衫藍褲嘅就係高力北區。高力北區咧最近都可以話係氣勢如虹啦，所以發動攻勢嘅又係佢哋先。嗌老婆你哋達嘅第一時間撞射咧就處邊出界，成個攻勢咧亦都越位在先㗎。之後角球攻勢啦，格蘭德咁啊同頭一搖揈到埋去都係網側嘅啫。暫時未需要動用到東方嘅新門將卡沙路住，但係角球攻勢一不離二喎。卡沙路今次係打翻出嚟啦，更加亨俾多次機會你推翻埋去個大位度先，使到埋去就省中咗格蘭特。卡沙路咧就再次將個波托出底線。咁但係你有角球我都有喎，東方角球何以扯到去後處馬古斯冇人跟啊，掂啦 set 翻俾大久保休先。又係西班牙同日本嘅連線啊！呢兩位球員呢，今季都炮製過好多入球出嚟㗎啦。今次馬高斯又助攻俾佢好拍檔大久保休。上半場踢咗8個字呢，東方領先1-0喎。但係呢度呢，北區就快開一個角球，加蘭特話角球又點少得我啊！44分鐘咁啊，追成1-1啦。嚟到香港呢，佢係爭對大埔未入波啫，對住另外9隊波就入晒波啦已經。上半場咧就雙方踢成1-1平手，戰況都幾緊湊㗎。咦，見到阿輝翻咗嚟香港咯喎，咁啊希望佢早日康復，盡快復出啦。下半場又係高力北區嘅角球啦 ，set 到埋嚟，何以踢完呢腳咧就令到成個攻勢更加危險。見到丹尼爾同黃浩然一下短兵相接之後咧，黃浩然就倒地㗎。倒地之後球證就收到 3R 嘅指示，就去場邊睇睇電視機先。睇完之後佢嘅判決係12碼。12碼，格蘭特話唔好同我爭啦，粗重嘢等我嚟。52分鐘又係射翻自己嘅右手邊，幫高力北區反超前去到2-1，可以做翻佢最喜歡嘅手榴彈 grenade 嘅慶祝動作啦。boom！ 哇，後邊一班隊友交足氣喎。咁之後東方就繼續佢嘅傳控啦。呢下就古杜拉逼得到，搶到埋嚟，過埋卡沙路，搏埋個犯規，咦又有12碼咯喎！加蘭特話：等我射翻同一邊先。卡沙路話：你知我知，單眼佬都知，所以今次我救到啦。加蘭特嚟到香港入波好多時都1不離2，但係真係一球起兩球止嘅啫，未能夠入到第3球㗎。下半場高力北區咧就不斷針對住劉君正啊，即係好多時君正咧攞波咧就搶佢，呢度艾路保利達一個粒射撞尾啊！入得到的話咧，又係一個候選金球㗎啦！呢度睄一睄，見到卡沙路出咗嚟，笠佢啦，40碼笠到埋去撞尾，未能夠咧製造一個最佳金球出嚟啊！咁只差一點點嘅啫。咁但係入唔到金球唔緊要啊，繼續逼搶，繼續成功咪得咯。艾利安呢度又再次搶到東方後場 build up 嘅失誤，一路推一路推，推到入禁區搞掂啦，狂抽一腳，3-1，時間係73分鐘。下半場高力北區咧就不斷針對住東方傳控呢個戰術去做逼搶，亦都幾次都成功㗎啦。12碼唔入，遠射唔入，艾利安話唔緊要啦，搶完翻嚟我自己入，領先到3-1。咁啊大局係咪定咗落嚟呢？高力北區話我哋係唔會收手㗎，角球扯到埋嚟，跟住補射一腳，大久保有護咗空門，估到啦！小禁區嘅倒掛真係犀利啦。咁啊3-1，3分鐘後就去到4-1啦。妙到豪癲嘅一個倒掛，佢話艾路保利達入唔到最佳金球唔緊要啊，呢球我應該入選到啦啩，去到4-1啊！卡沙路第一次幫東方上陣就失咗4球波啦，咁然後就傳控嘅戰術咧繼續俾高力北區針對到啊！艾利安今日就做好多嘅 interception 嘅，出到埋嚟加蘭德，哎呀戴唔到頂帽。可惜啲啦，嚟到香港咧，好多時入波都係一球起就2球止，未能夠攞到個新足球翻屋企啦。無礙佢哋今場又一場大勝啊！今季9次落後之下咧，搶咗成15分翻嚟嘅，佢哋4-1大勝東方，恭喜晒高力北區。中人壽香港超級聯賽啊嚇，咁啊傑志響主場啦，繼續咧就留守翻呢邊咧就將軍澳嘅主場對住冠忠南區。
咁啊，上週佢哋翻嚟將軍澳嘅第一擊啦，亦都順利贏波嘅，4-2擊敗咗咧就大埔。咁紅色波衫賽嘅南區啦，咁至於藍色波衫就係主場之利嘅傑志啦。咁亦都就力爭聯賽8連勝啊！賽前係連贏7場聯賽㗎啦，只有早年路嘅機會啦，但係扯個波埋嚟，但係太大力亦都係太高啦嚇，兩門而過嘅。另一次機會，咁見到就作咗木舟呢下回傳就俾失咗啊！益晒早年路拖順即刻就起腳㗎啦。嗱，快步搶贏啦，拖順即刻咗拉埋去㗎啦嚇。咁呢下亦都過到門將吳偉謙，唔知咁啊長濕路話呢場賽事啊！尤其上半場咧都係落住雨咁踢㗎，有啲毛毛細雨喺度。咁之後仲有個頭槌二傳嚟自咧就係阿祖安 set 到俾咧就名牌嘅球員啦，升級外援咧就係伊拿拉文地一個倒掛金鈎啊嚇！細估唔到咁呢場波射門次數最多係伊拿拉文迪喎，然之後伊拿拉文迪一個大腳送到上嚟，再落翻隻神田夢實啦，上場梅開2度功臣，鬧福波喺中間之下就俾咧就對面一單嚟到頭槌頂翻走先啦。去到上場中段啦，控制大局嘅傑志又有個角球餐屎，咁十號仔咧就係肯迪啊嚇，射波埋嚟頭柱就接唔到，遠處再亞祖安趟射埋去，門前補得一腳，金志健今次掂啦，開心晒啊！金志健人生第一個港超聯入球啊，非常 happy， 今屆上陣次數大增嘅，呢場波亦都係佢人生第25次咧就幫傑志一隊上陣啊！以往淨係響 U22嘅聯賽入個波嘅啫，然之後輪到咧就佐咗木舟啦，呢係右腳窩裏都係高難度動作嚟㗎。睇翻轉頭，好似右腳拉射埋去高飛曲墜，但係都係笠高咗少少先啦。然之後又見到傑志有禮嘅咯喎，啱呢下就見到就澤廷鋒有少出手啊嚇，少少咧就掹低咗啲明加索夫，但係當時球證係冇俾到12碼嘅，咁加明加索夫就有啲唔係幾開心啊。咁加上呢場賽事係沒有 VAR 嘅團隊嘅。再球證嘅第一個判決，亦都會係最後一個判決嚟㗎啦。看台上面繼續見到好勤力睇波嘅港隊嘅暫代教練啊嚇，盧比杜叔叔。到下半場賽事啦，神田夢世嘅傳中球轉到埋嚟右手邊，左慈英啦，上場貢獻呢就3次助攻嘅最佳球員啊，今日就翻右腳窄角度咧就諗住冚個波埋去嘅。我即力到咧就係抽中人先啦嚇。咁兩人慈英呢場賽事嘅傳中球威力方面呢，就不及上週對大埔嘅時候咁醒神啦。今次就嚟個窄角度自己施射添。再多次都係慈英啊，猜翻上去，補多下二傳，加埋神田夢實，扯個好靚傳中波埋嚟。但係呢下早年來太過穩陣啊，彈球中籠啦嚇，打掩腳扭腳腕鬥個波埋去，球中籠。再對個力水啦，同埋個角度方面啦，冇乜特別要求，結果就俾翻切轉頭嘅吳偉謙再一次封翻走先。做個罰球，肯迪扯到波埋嚟，今次終於拋開比數啦！入球功臣鄧達斯啊，好靚嘅罰球頭槌啊，頂成2-0啦。咁當時都去到下場73分鐘階段啊，贏晒，但一路攞唔到箍筍波。但係總算呢個時候就去到2-0啦嚇，照計球迷都定翻好多先啦。然之後就傑志都換入咗隻 Jordan 啦，林樂勤入場波。咁結果就 Jordan 咧入場冇幾耐啫，就即刻見下奇功㗎啦。之後就明加索夫傳中球啦，浪翻嚟就林樂勤，阿勤都入球啊！左腳立翻轉頭就翻步穩，用佢嘅飛慣用腳，右腳咬射得手先啊嚇！咁啊，之前17-18球季啦，有場杯賽事，佢當時代表飛馬對住大埔都試過右腳入波。但係呢場賽事就更加係入替之後第一次起腳就搞掂你添啦喎！亦都就正式將呢場賽事啦嚇3分就袋落袋嘅啦。咁臨尾階段啦，亦都咧就彭利拿就大戰呢邊咧就鄧達斯嘅。但係最後咧就冇輸到12碼，亦都俾咗個角球嘅啫。咁啊，最後嘅比數啦，傑志係入3球攞3分，3嚟擊敗咗南區啊！好啦，嚟到小西灣運動場啊，中銀人壽香港超級聯賽第14週嘅賽事，咁啊東區呢就係對住標準流浪嘅呢場賽事呢，亦都係呢就係爭前5啦，即係爭標組嘅直接對碰啊，一場6分波。咁啊東區呢喺主場呢打得非常之好啊，咁啊首先呢個長傳過到嚟呢，就係俾到佢哋嘅前鋒呢，就係華倫天奴，咁啊拐埋嚟左腳射，咁啊考一考驗呢，就係葉家宇先。
咁啊，跟住咧繼續東區喺前場壓住嚟打㗎。呢個波咧就係解圍得唔好啊嚇。咁啊，林遼泰咧解圍翻出嚟咧喺咁正中嘅位置，咁啊造就咧就係雷伊斯咧衝前一嚼咧個波省中人，有少少改變方向入網添。郭子佳嘅傳送，咁但係解圍唔清脆嘅情況之下咧，就要埋下呢個輸波伏線啦。咁早階段咁啊10分鐘都未夠啊，就已經領先1-0。咁啊跟住一個同頭一搖咧，呢個就清脆啦。中堅嘅班奴呢位巴西外援呢，就係同頭一搖啊，咁啊入咗佢今季個人嘅開齋波，亦都將紀錄改寫成2-0。咁啊當時只係23分鐘啫。咁啊當然啦，顧賓嘅角球呢，亦都係出得非常之靚嘅配合。好啦，中間俾落嚟，跟住呢，就係見到啊文素基俾個直線，又係呢，就係林遼泰解圍得唔好喎。咁於是乎呢，就係造就呢邊啦，華倫天奴啊，咁啊亦都入到去今季個人嘅第2個入波。咁啊，將紀錄改寫成3-0啊！咁啊，當時咧就係半個鐘頭都未夠嘅。咁啊，文素基做咗個靚助攻。咁啊，當然林遼泰個解圍咧可以做得好啲啊！好啦，咁啊，跟住咧流浪咧嘗試下喺前場咧就係做翻啲攻勢啦。咁啊，都係嚟自一個咧就係遠射嘅啫。咁但係咧就係安沙呢個遠射咧，亦都係未能命中目標。咁啊，實在東區即係作為港超聯裏邊防守力最好嘅球隊，咁啊呢場波繼續保持不失啊！咁啊，同埋咧流浪都幾多後場呢啲咁嘅犯錯嘅，咁啊巴拿呢個橫傳咧幾曳嘅，俾到文素基一個機會啊！跟住落嚟，連倒戈嘅阿海咧都入波啦，再一次咧都係嚟自啦，咁啊呢一個嘅罰球呢個角球咧，顧賓咧出埋嚟啦，咁啊中間冇人頂到，墜咗落嚟咧就係益咗阿海啦。咁啊，倒戈嘅阿海啊，咁啊半場咧就係能夠領先住4-0。咁啊下半場咧就流浪咧打得好咗啲嘅，咁啊亦都換入咗啲年青球員啦。窄位 cutback 俾到埋嚟，咁但係都過唔到呢，就係保羅啊，射波嘅後備入替嘅彭尼加斯嚟嘅。話彭尼加斯呢位阿根廷球員咧入咗嚟之後咧，其實佢有唔錯嘅演出㗎。再一次呢個遠射都考驗到保羅嘅，又係嚟自呢，就係彭尼加斯。咁今日佢就下半場先後備上陣啦，咁但係入到嚟咧都幾薄嘅。咁啊最近就叫失咗個正選位。好啦，呢邊呢就係文素基，佢自己係未入波㗎，喺前場就繼續嘗試下去逼，終於俾佢哋逼到翻嚟，但係呢個波一射嘅時間呢，可惜咧就係中柱出界。咁啊嚟自呢就係雷伊斯嘅射波啊，咁啊雷伊斯就未能梅開二度，呢位巴西嘅中場。好啦，咁啊跟住見到流浪繼續埋到嚟嘅時間，一立轉身一射，咁但係可惜個波咧亦都係唔中目標。咁啊嚟自呢就係哥特斯嘅射波啦。咁啊最終呢就係東區咧能夠喺呢一場波咧就係大勝一場啊，4-0擊敗標準流浪。中華人壽香港超級聯賽，九龍城喺主場深水埗運動場出戰李文。睇翻呢度先，一開波就見到九龍城嘅球員邵宏俊呢，佢喺一次防守角球裏邊就喺冇乜接觸嘅情況之下就整親下嘅，咁所以咧就要好早段就要被換走。李俊廷入替嘅，跟住嚟有李文的攻勢啦。呢邊見到就係心口照一照之後就道道嘅起腳射門啊！呢下都幾急勁啊，撳埋去，亦都咧令到門將只能夠托出去底線嘅啫。咁呢下就前場李文逼到個空間啦。跟住嚟好快就有機會出現啦，哥達轉頭去翻嚟呢邊，今日踢左閘嘅胡俊銘，然之後射入去，巴科爾側嗰度喺度搞掂，射穿埋袁浩中嘅大細咁添啊！上半場就已經好早階段啦，19分鐘就領先1-0。今日李文呢喺進攻方面，尤其是喺左路係好多呢啲45度角地波或者係過頭波，俾入去禁區裏邊㗎。前處尾處都有球員呼應，呢度咧就巴科爾走前處就可以喺度食到甜頭啦。跟住嚟，袁浩俊呢一下長傳啊，省中咗米基爾都幾牙煙㗎。呢下就米基爾爭少少啦嚇，呢下個反彈撞唔到落去網咁解嘅啫。跟住落嚟，米基爾都係門前失機喎。呢下門前咁樣高出，艾華頓呢下罰球仲未打翻出嚟，然之後米基爾門前心口一控完之後，左腳再勁射，不過都係高出啫。九龍城喺上半場冇乜機會嘅，卡朗喺左路掕翻順，然之後呢下起腳算係喺上半場九龍城少有嘅機會，但係展開唔到好具體嘅攻勢。跟住嚟都係李文嘅攻勢啦，高波入到去禁區裏邊，
跟住袁浩俊啦就同班科有接觸啦，判咗12碼啦。艾華頓去處理冇問題啦，呢球12碼角度同力度都係攞得相當之唔錯嘅。咁令到就李文喺上半場憑住艾華頓嘅12碼咧，就領先去到2-0。嚟到下半場，其實九龍城係好明顯有心去反撲嘅。咁啊，其實佢哋前場都做咗好多逼搶嘅時間啦，付出咗好多體力啦，喺禁區頂揾到個機會，呢邊有金文接嘅起腳啊。不過呢個起腳咧就比較正宗啲啊，就威脅唔到門將嘅潘尚希。跟住落嚟有國球嘅攻勢啦，呢邊咧就巴亞比呢下咧就似傳飛射喎嚇，門前都幾麻煩嘅，令到卡朗嘅呢起腳機會，中橫未彈翻出嚟，咁啊輾轉龍志軒啦等等咧就迪高。叫翻順，再起腳，哇咁啊中咗胡俊銘嘅，然之後成個攻勢一路落去咧都係無功而還嘅，咁但係都印證咗一樣嘢就係話九龍城佢哋將賭注分去下半場其實係有成果嘅，咁但係入唔入到波咧就真係下回分解啦，呢邊都要睇對面有可能會犯錯㗎嚇，潘尚希呢日就有啲失穩㗎，巴比馬利逼咁啊好在冇犯錯咁解嘅啫，啊最後都唔使失波，但係呢度就失波啦，到個入球。咁呢個罰球擺到入去，到就埋伏喺米基爾嘅後邊，咁呢下就頂入咗。咁呢個階段呢，其實就令到九龍城佢哋喺進攻方面呢，就都開始軟弱無力噶啦。好啦，王威嘅入球再出現埋啦，接連嘅入球啊！呢下就罰球直入啊！王威直接攞個近柱搞掂。咁跟住落嚟呢，就九龍城喺前場都搞咗咁耐，終於都逼得翻啲機會出嚟㗎啦。卡朗呢邊護得翻個波，巴比都俾到隊友迪高喺禁區頂喺呢度，終於都破蛋啊！咁喺呢個時間呢，就射成4-1。嗱呢下呢，就卡朗其實佢孭住個位呢下好重要㗎。咁然之後就撇翻過去啦。迪高其實去到下半場佢亦都上咗嚟中場幫手嘅，令到喺球隊呢，喺中前場呢，係多翻啲控球嘅機會。咁跟住嚟李文其實嗰個攻勢都冇乜點停過啦。潘佩喺右路位置俾翻嚟中間，呢下就後備上陣嘅新嚟嘅頭槌頂得比較正宗啲，咁亦都係過唔到袁浩俊嗰關。再嚟咯喎，都係李文嘅攻勢，米基爾咁呢下就走得唔係好順啦，俾到隻鄭少君嘅起腳，咁結果就中柱碌咗出去底線。鄭少君後備上陣都有啲起個機會嘅情況，咁啊最後李文作客深水埗運動場以4-1擊敗九龍城。第14週嘅中銀壽香港超級聯賽賽事，大埔喺主場啦，大埔運動場咧對住港會。綠衫黑褲咧就係主隊嘅大埔啦，而白衫白褲就係作客嚟到大埔運動場嘅港會啦。見到天姆高夫斯基今日復任正選啊！大埔亦都率先發動攻勢㗎，前場有個快攻4打3㗎啦，嘉豪俾到馬卡雷拿 cut back 陳少君，哎呀喺呢場球會級別第300場嘅賽事呢，佢係開波30秒，呢、這個嘅射門呢就高出啊！咁之後到港會嘅反撲啦，羅翠希傳到埋嚟美華沙，呢、個非常之高質素嘅右翼衛球員啊！咁只係16歲年紀嘅啫，法國籍嘅外援球員今日表現其實亦都唔錯㗎，呢、個埋門呢就俾盧少奇撲出，之後繼續係李家豪啦，今日上半場表現好生㗎，呢度傳到埋嚟菲廉 set 翻過嚟，帕特華維迪咁射翻遠處網仔入啊！開咗波9分鐘啫，咁啊菲廉球會生涯第300場嘅比賽呢，有個助攻喎，助攻佢啊好拍檔帕特華維迪幫大埔先開紀錄。咁緊接住呢，都係大埔攻勢啦，送埋喺解圍度上嚟啦，天姆高夫斯基停咗個波落嚟㗎啦，雖則就話有少少手球之嫌，但係佢又冇理咁多啦，有理冇理就推到埋去先，入到禁區擺下，再戳到埋嚟，馬卡雷納頂唔到，呢度又係佢啦，帕特華維迪佢嘅射門呢，就俾艾力斯沒收啊！上半場大埔嘅攻勢咧都幾有威脅嘅，好多時靠反擊啦，左右兩翼啦，然後就帕特華維迪嘅後上啦，嘉豪上半場都好多嘅傳中啊！呢下揾到天姆高夫斯基，但係頂波都係越位而去嘅。天姆高夫斯基就今日復任正選啦。之前就有啲報道咧就講，堅 Sir 希望佢懂得為球隊付出啊！今日亦都見到佢同好多隊友有好多唔同嘅配合出到嚟嘅。咁之後咧就上季嘅最佳球證啦，陸建新先生咧又喺大埔運動場咧就有個意外嘅遮線事件啊！就因為喺港會禁區入邊咧就掂到個波，咁所以咧一定係會判翻
港會嘅門將就有個 drop ball 嘅，咁所以堅 Sir 都一笑置之啦。咁啊，連續2場喺大埔運動場嘅聯賽咧，都有球證就有個遮線嘅事件發生喎。上半場大埔領先住1-0啦，咁嚟到下半場啦，港會就靠美華沙今日發動咗好多攻勢嘅，呢度就自己立翻個波，諗住華維迪食贏咗佢個位，美華沙立得翻個波，再做傳中出到埋嚟，羅卓希大好機會竟然炒高咗。咁啊，你把握唔到，大埔就繼續嚟個死球咯。嘉豪嘅死球揾到 Philip 陳兆軍，幫大埔上陣到第101場，諗住有個入波慶祝下啦。今次頭槌咧就頂得比較正少少，艾力斯沒收。之後羅卓希再斬到埋嚟，馬高斯丹道斯頂翻出嚟，後備入替嘅關利克左腳一射，咁亦都係略滿意過啊！佢就後備入替咗麥根尼高。咁就呢邊嘅寶蓮路亦都係後備入替啦，自己帶到上嚟，前場有個3打2噶啦，佢就冇選擇俾後上嘅鐘偉強，反而俾咗喺越位位置嘅天姆高夫斯基。4門呢亦都係俾艾力斯沒收。見到天姆高夫斯基呢，今日嘅腳風真係唔太順啊！咁之後大埔就一口氣換入4位球員啦，文海智啦、李樂謙啦呢啲年輕球員都先後入替噶啦。跟住天姆高夫斯基刻意造就俾寶蓮路推到埋去。咁啊，嚟到尾段咧，84分鐘就領先到2-0，攞翻個箍筍波啦。呢個入波亦都係寶蓮路各項賽事嘅第8個入波，就榮升咗大埔嘅首席射手啦，同天姆高夫斯基啦同馬卡雷拿一樣，3位都係8個入波。最終大埔呢一場波2-0贏咗港會，攞3分。睇翻個聯賽積分榜，贏波嘅傑志有35分，穩坐榜首位置；打少2場嘅李文就有26分，繼續排第2位，追趕住傑志。第3、第4位仍然都係高力北區同大埔。喺星期6贏波嘅東區同東方就微升1級，分別進駐第5同第6位。輸波嘅九龍城就跌落第7。標準流浪、冠忠南區同埋港會聯賽排名就冇變過，繼續排喺第8至第10位。今集時間又差唔多啦，大家記得撐本地波之餘，仲要記得 follow 我撐本地波 Facebook、IG 同埋 subscribe 我撐本地波 YouTube channel 啊！我哋下星期再見，拜拜。